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15章。后来，我阁看见伫天顶有另外一个大过奇异的景象出现，有7个天使掌管最后7个灾祸，因为上帝要降这个灾祸，将伊的受气拼到尽。我阁看见亲像有火掺伫内面的玻璃海，嘛看见遐个得胜的人，因已经赢过迄只兽的像，甲代表兽的名字的数字。因徛伫玻璃海顶面，手提上帝予因的骑琴。因唱上帝的仆人摩西的歌甲羊羔的歌，讲：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作为大阁奇异，万王的王，你的道路公义真实。主啊，什么人敢无敬畏你，敢无荣光你的名？因为只有你是圣。万国拢会来，伫你的面前敬拜你，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。我阁看见天顶的圣殿已经开，内面有下见证的会幕。掌管7个灾祸的7个天使对圣殿出来，穿清气搁光亮的羊毛布的衫，胸坎下金带。4个画面的一个将7个金碗交予迄7个天使，内面堆满永永远远活地的上帝的受气。圣殿内充满对上帝的荣光甲权能冲出来的烟，一直到7个天使所掌管迄7个灾祸结束以前，无人会当进入圣殿。